喝一瓶啊。阮小姐，请你跳个舞吧。对不起，我不会跳舞。在这个地方玩这种欲擒故纵的小把戏没意思。我免费教你啊，就是不知道阮小姐的身子是不是和名字一样软呢？请您自重。来吧。生日，对不起。臭女人，算是什么东西？老子看得起你才找你跳舞。等着，这个怎么样？高吗？无限说太厉害了。我来替梁总美。卡，物归原主。您的披萨，谢谢。启动开关在哪？哎，你不会骑电瓶车是吧？啊，这个没有开关，加完油门就走了。啊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那个开关很灵敏啊，你小心一点啊。啊，好，知道了，谢谢啊。记得戴安全帽。啊，好的。万军，你在干什么呢？你不想活了？你不要命了？故意的吧你？是不是撞死我你才能安心啊？你说什么呢？我知道，你现在没钱没工作，你可以直接跟我说，你不用这样。说吧，需要多少？冯博文，你这样做只会让我觉得你更心虚。命比什么都重要，命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你跟我玩命，至于吗？万一把你撞伤了、撞残了，你后半辈子怎么办？谁养你？我吗？可以。密码是我生日，你知道的，没多少，几十万而已。你的生命里除了钱还有什么？不觉得自己这样很悲哀吗？你不要钱，那你想要什么？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？
要人吗？可以。曼君，婚姻不过是个形式，最重要的是感情。我对你的感情还在，我承认。现在只要你愿意，你随时可以回公司继续做你的法务，你可以衣食无忧。我只求你变回原来的样子，我们都回到从前，可以了吗？王博文，你不觉得自己这样很恶心吗？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认识你，相信你。没关系，你尽管可以把有关陈福案子的人都藏起来，不过你记住，谎言层级的世界向来都脆弱不堪，早晚有一天会崩塌。到时候，我一定会带着真相，帮着你回忆。曼君，你别逼我。你可以看看，我还有什么不能失去的。逼死我，对你没任何好处。去医院看看，别伤着自己。别闹了，行不行？是我闹吗？是我闹吗？2年前的照片你到现在都留着，你对他得有多念念不忘啊！你看，你自己也说是2年前，2年前就是过去的事儿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呗，谁还没点过去啊？把你气成这样，至于吗？至于，怎么不至于了？你跪下！啊？跪下呀！跪了，别生气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好骗呀？啊？你要是对他没动一点真感情，他能差点来毁了我的婚礼啊！那天，要不是我一直强忍着，你都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来看我的笑话。现在是有人要看我笑。你说什么？我没说什么。你给我大声说！你给我大声说呀！现在是有人要看我笑话，说好了给我10%的股份，哪儿呢？你是不是真当我傻呀？要不是因为有那些股份在，你能对我这么好吗？你能这么言听计从吗？我要是把所有的股份都给了你，这阮曼君的下场，没准就是我的明天了。哎呦，你跟他不……给我跪下！给我跪着！你跟他不一样，你是我老婆。说了那么多，总算说了一句人话。不生气了吧？老公，只要你好好对我，我答应你，那股份的1半保证是你的。你说什么？1半？怎么就变成1半了？你是每天逛街吃饭、买包买衣服，我呢？你知道我都忙成什么样了？我为公司的事差点都忙成一条狗了，快！狗不好吗？狗狗多可爱呀！你有狗狗好吗？你，博文，你给我记住了，当初要不是我帮你拉关系找合作，你的博雅早就倒闭了，你现在都不知道在哪儿呢。记住了。过来。
穿那么少不冷吗？好看啊。哎呀，这动作也不是很熟练嘛。这很难戴好吗？这里还是这么漂亮。每一次来这儿，我都会想到我们小时候，我总是爱偷溜出来玩，又不喜欢爸爸的车跟着，就让你陪我啦。哎呀，每一次我都特别高兴，就是你总是一副不情愿的样子。我有吗？当然有，什么样的？装酷啊，什么样的？就这样啊。时间可过得真快，我们认识都快20年了。我都会想到小时候，我拉着你的衣角，跟在你的屁股后面。虽然你总是嫌弃我，但是没想到今天，你已经可以为我围围巾了。你有没有觉得我们长大了，爸爸和阿姨也老了。可是他们却一直没有变。他们总是想参与我们的事情。他们变不变是他们的事情，我觉得你不用在意。再说，我也不会真的为难你。你真的这么认为吗？你要是再这么问我，那可就不一定了。这里太冷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好吧，我拿车，你等我一下。把自个儿的亲老爸扔了，陪别的男人去约会，怎么还撅个嘴回来了呢？来，坐下来，坐下来，给爸爸说说怎么回事。来，同桌瑶那个臭小子欺负你了？他都不肯欺负我。这怎么说话呢？这胡说八道。从6岁开始，我就认定我要嫁给他。我努力学 MBA， 让自己变得更好，就是为了有一天回来能够帮助他，在他的身边陪伴他。唉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是那个妹妹。乖女儿啊，这感情的事儿啊，不是靠一个人努力就能够做到的。今天晚上你也都看到了，装糊涂可不是个办法哦。哦，对了，说这2盒茶叶是怎么回事啊？您都知道啦。这是佟海镇生前最爱喝的茶，这说明林路云拿一个过世的人在跟我讨交情。阿姨不想您多心，我也不想您多心。你个小没良心的，这就开始替别人说话了啊？哎呀，爸，我就是想嫁给他，你帮帮我吧，你帮帮我吧。
就算是他想娶你，我还舍不得把我自己的宝贝闺女嫁给他呢。好吧，好吧，啊。喂，你好，我是阮曼君啊。你好，哎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昨天，是这样的，我们昨天呢吃错东西了，完了呢就一直在吐，就把这个事儿给忘记跟你的这个约会了。没关系，刚好我也有急事儿，就看你没来，我也就走了。你们没事吧？吃错东西了？没事，我们已经好了，那个明天晚上约吧，一起吃饭。曼君说了，不过生日他请你。行，那明晚见。OK， 搞定了。哎，走什么呀？感谢我才对。搞定了这件事情，明天呢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哦。多多大小姐真是个江湖骗子。也许对的人在晚出现一天，我就随安。侯妃，侯妃，明天翻手机打发时间，就这样年复一年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快乐都能降临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再没有人分担这全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对自己说晚安。生日快乐。带着早餐，苦笑这一切早就习惯。我爱我拉过沟，静静的角落，没有暴雨狂风。我爱我没理由，一个人太久，那么就让我抱紧我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那幅拼图其他店也没有货了。二姐，这个拼图能不能帮我订一个？抱歉，订不了。那天买拼图那个先生，你可以联系到他吗？我可以向他买。我们店里只有那位先生签名的 POS 单，而且那位先生好像很喜欢那幅拼图，都不介意是样品就拿走了。我觉得应该也不会让吧。其实我们店里还有很多其他好看的拼图，你看，像这些，还有这边，这些都很好看。
冯总啊，童总这次真的不在。上次你也说不在。童总，童老板，打电话总不接，跟你约他，你总说他忙。咱们合作不是小事，你们能不能别这么儿戏啊？老贾，麻烦你给童总带句话。生意人，诚信为本，尽快约个时间吧。我一定把话带到。冯总慢走啊！喂，喂，童总，冯博文又找上门来了。不见。还有啊，你帮我查清楚他最近见的都是些什么人。知道了。好了。好了吗？先生，都包好了。谢谢。经理，我下班了啊，拜拜。曼君，最后一单。赶紧的呀！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。唉，何曼君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可以收下我的礼物，原谅我吗？嗯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原谅我好不好？多多，你真的不来了？那我自己，可是我不知道长什么样子。喂，多多，多多，见了面不就知道了吗？是你啊！生日快乐！约朋友吃饭。才回来几天，有什么朋友啊？是个女孩。童海镇，这点滥情的毛病，他倒是不学就会了。找个人看着他。好，那我去了。不接我电话是吗？接不接？不接我电话，我再打。
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猜的。而且我还知道你为什么喜欢这个拼图。那你说说看，你要是猜不对的话，这顿饭你请了。猜对猜不对我都请。是这样的。你看到这个拼图的时候，你会想到你的家乡。当你想到你家乡的时候，心里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像得到安慰感一样的感觉，对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家在哪儿啊？哦，我没我，嗨，我那天在车站，你还记得吗？哦，我在车站，我看到你手上的票了。而且，如果就算那天你不晕倒的话，我一样会在车上跟你相遇的，因为我也是那儿人。真的？真的。同行小伙伴，我叫戴静杰，我叫阮万军。多多指教。可惜啊，这里的鱼没有舟山的好吃。哦，对，那肯定。下次。下次。下次。放开我！我从昨天晚上点的外卖，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送到？你可以解释给我听吗？反正经理也听你的，让他辞退我啊。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？如果你真的不想见我，我可以马上走。你等一下。这是我送你的礼物。你可以拿这些我买不起的东西来羞辱我。我知道，你可以买下整个拼图店，那能怎么样？这都不是我想要的。如果你想找人把它扔了的话，你找错人了。我只是个送外卖的。文文君，我承认我之前有误会过你，我说过伤害你的话，做过伤害你的事情。对不起。你没有错，错的人是我。是我以为只是送外卖，结果被别人耍。是我酒后失态，穿错了别人的衣服。你可以安心继续做个好男人，不过下次请你看清楚，不要认错人了，好吗？我希望你不要曾经被一个男人伤害过，就认定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和冯博文一样。是你以为我跟其他所有女人都一样，以为我是为了钱才去婚礼上。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，这些是误会，你过不去了吗？我后来是怎么对你，你应该很清楚。误会，再怎么解释也没有用。在我心里，你跟冯博文没有什么区别。这个礼物送给你，如果你不想要，可以扔掉了。童总，冯博文的事儿我查清楚了，他私底下买了一批低价钢材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就应该是给咱们那批。我估计，他应该很快会跟您联系，博雅的合同发过来了。你给我马上去海关查一下博雅的进口货单，我要确定消息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合同您还看吗？放这儿吧。
在我心里，你跟冯博文没有什么区别。经理，这一单能换个人送吗？阮万军啊，要是所有的员工都跟我提这样的要求，是不是所有的外卖都得我亲自去送啊？不是经理，我真的不太方便。我的工作职责是给你们布置工作，不是让你们给我布置工作。有能？经理，好了，东西我已经给你了，你自己想办法解决。哎，李哥，嗯，能换一下吗？就在旁边。不就送个外卖吗？还挑3拣4，人家是豪门未婚妻，体察民情，跟咱们当然不一样。你们俩在这阴阳怪气说什么呢？活都干完了是吧？不就是送个外卖吗？我替你去。不用了，谢谢李哥，我自己去。终于等到我们合作这一天了，好事多磨啊！这样，晚上我做东，我们好好庆祝一下。喂，喂，童总，已经核实过了，的确是冯博文买的那批低价钢材。我知道了。看来这个合同今天签不成了，出了一些状况。冯总，你开什么玩笑呢？庆祝的晚饭可能吃不上了，但是我可以请你吃午饭。童总，您的外卖。进来。董总，这什么意思？你有什么误会，可以直接问我。什么意思？您的餐齐了。等一下，我需要正式介绍一下，阮曼君，我女朋友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我现在什么都明白了。都这样了，还送什么外卖？演给我看。我们已经分手了，跟谁在一起跟你也没有关系，好吗？少多管闲事。干杯！干杯！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袁振明，哎呦，我再不给你打电话了。有本事呢，你就不要打给他，好吗？我偏要打给他，他
他去加拿大都已经1个多星期了，从来都没有主动打电话给我。我打给他吧，他不是陪他爸打球，就是陪他妈逛街。他需要24小时陪吗？这就是男人啊，你知道吗？男人呢，他就是这样的，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就要赴汤蹈火；不需要你的时候啊，就恨不得给你穿上隐形衣，让你消失不见。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来，吃点坚果吧。你说这冯博文也真是的，我跟谁在一起，跟他有什么关系呢？还是我攀高枝，明明娶了有田老婆，唯利是图的人是他，好吗？还说我，是不是傻呀？你明明什么都没有做，可是呢，你就是不解释。好了，现在这个屎盆子扣你头上了。哎呦，你这还上演着宝宝心里苦，但是宝宝就是不说。我说有什么用呢？只能怪我自己看错了人呢。我要是你啊，我就立刻扑到童卓瑶的怀里，我气死冯博文，气死那些吃饱去处。你说什么样才叫在一起啊？喝醉了，睡在一起算吗？算呀。算吗？你再说一遍。和谁睡一起呢？我跟童卓瑶喝醉了，睡在一起。怪不得那一天你过生日，彻夜未归，还把你的救命恩人抛在了脑后。原来你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们只是喝醉了，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我的姐呀，你怎么什么都没有发生呢？你倒是发生点什么呀？哎，你说你要是跟童卓瑶真的好上了，冯博文今天也不可能羞辱你，你这是活该。我只恨我自己啊！当时醒来的时候没有再清醒一点，他都把我认成了别人了。别人？谁呀？叫什么欧菲？欧菲？欧菲那是他前女友啊，不过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了。可是我明明看着他上了他的车。不可能，你误会了。想上童卓瑶车的女人那么多，我只听说过一个欧菲。况且，她都已经人间蒸发，不知去向了。可是王子的心里呀，只有公主。王子的心里只有公主吗？曼君，你老实交代，你吃醋了，是不是喜欢童卓瑶呀？喜欢他？开什么玩笑？你应该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，他应该恨我才对嘛。可是为什么要在我受伤的时候送我去医院呢？他还怕我带着伤乱跑，承担了我所有的外卖。最主要的是，他还记得我的生日。你就是喜欢他，来。他可能只是想羞辱我吧，要不然为什么要在冯博文面前说我是他女朋友呢？他就是想要羞辱我。唉，酒里可没有你要的答案呀。那我就去问问他。
置之死地而后生，你知道是哪个兵法书上写的吗？佟大爷，你这自己受虐，别连累我行不行？我这都躲到加拿大了，还得长途电话听着你胡言乱语。哎呀，也不知道这招效果如何。开门！这大晚上谁来找你？我怎么知道？说不定你前女友过来追杀你。谁开啊？门！开门！我先挂了啊。唉，你喝这么多过来找我呀？你怎么能重的像个猪一样？哎呀，哎呀，好难受！你吃了多少啊？你别吐我家啊！你看清楚了，我是阮曼君，我是阮曼君，我不是什么欧妃，好吗？我是阮曼君。我看清楚了，你喝多了吧？我没喝多，我跟你说，我阮曼君再也不会穿错别人的衣服了。我呢，再也不会让你认错人了，让你认错人。阮曼君，别碰我！你喜欢我？ If you know that I will always by your side. 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是你在外人面前说我是你女朋友好吗？你愿意吗？你为什么要在他面前这么说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就是因为这个过来找我吗？好啊，那我就说给你听吧。 你知道吗？你就像是一个刺猬一样。每一次当我靠近你的时候，你身上所有的刺就竖起来，对着我。我是真的拿你没办法。不过我还是很开心的。 因为当我说你是我女朋友的时候，你并没有否认。我是阮曼君，我是阮曼君，我是阮曼君。 So now please close your eyes and trust yourself inside. I can survive all the pain. I can give you all
you shine. That's what I can do. How I love you, my love. I can survive all the pain. I can give you all my faith. With all my fortune, I swear make you shine. That's what I can do. How I love you, my love. I can survive all the pain. I can give you all my faith. With all my fortune, I swear make you shine. That's what I can do. How I love you, my love. 喂，童总，有什么指示？明天一早到公司，帮我给阮文军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。咱们公司的法务已经全部都外包出去了，您看安排哪个部门合适啊？你自己看着办吧，至少不是送外卖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完了，这，走也不知道打个招呼吗？完了！你当我家是什么地儿啊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抱歉啊，昨天喝多了，打扰了。等一下，你还知道你喝多了？你有记得你喝多了说了什么吗？嗯？别离我这么近。我离你近怎么了？昨天晚上你忘了吗？你可是离我更近啊！看来我家从此以后啊，应该多备一点酒。像你这种口是心非的人，只有喝了酒之后，才会说真心话，是不是？我什么都没说啊。没有吗？没有啊。那天早上的事情，我向你道歉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穿我的衣服。谁想穿你衣服啊？你还真是倔。等一下呢，去你上班地方把工作辞掉。我已经跟公司打好招呼，给你安排了职位，休息2天过来报道。工作是我自己的事情，用不着你管。你昨天喝多了可不是这么说的呀。我，你说我
好怀念在同事上班的时候啊！我好想回到你的身边，跟你一起工作，每天看到你。我好想念你啊。不可能，绝对没有说过这话。不要那么着急的拒绝我。好吧，我承认，我不讨厌你，甚至对你还有那么一点儿点儿的好感。不过，可能是我最近太累了，也有可能是我最近头晕，所以还没想清楚，可能是我的错觉吧。就这么一点点。比这再少那么一点点。张曼娟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好好的考虑清楚，然后你认真的回答我。但是在这个期间之内呢，你不要着急的拒绝我。哎，小王，你的。小李，你的。李谦，你的。李哥，你都忙一早上了，鸡蛋我帮你送吧。那个不用了，挺近的，我自己来就行。走了啊。你看看，看看有你喜欢的吗？有喜欢的尽管拿啊。嗯，有排骨，我们今晚煲排骨汤吧。好啊。在国外啊，我最想念的就是阿姨做的排骨汤了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你和卓瑶总是抢着喝完我煲的排骨汤。其实她每次都让着我。是吗？要不然今晚你教我怎么煲，看她能不能炒出来。好啊，就你鬼主意多，我教你啊。没事了就赶紧回来，做了你爱吃的排骨汤。啊，对不起啊妈，今天晚上我还真有事儿，就不回去陪您吃饭了。好吧，我们先开饭了。阿妹还没回来呢。不管她了，我们自己吃。她晚上还有应酬。啊，不过她说了，结束之后尽量赶回来。但是你也知道，说不准几点的呀。算她没口福。我真是羡慕老叶呀，有个女儿当贴心小棉袄，多好啊！哪像儿子，都是白养的。忙的时候，1个月都陪我吃不上1次饭。让他忙他的，以后啊，我陪您吃饭。那我们可说好了，我找你爸好好说说，赶紧把你嫁过来，家里有个人惦记，他就不会光忙着工作了，对吧？看来童夫人的汤也不是很受欢迎。看来童总的饭局结束的也不是很晚嘛。哎，这么长的头发，不会是你的吧？我看一下。这个头发的长度还有弯度跟你一模一样。
骗谁呢你？从小到大就没有骗到过你啊？你过来就为了给我送汤啊？要是如果我回来很晚呢？你说呢？还不得等着？我第一次做汤，你不回家喝，我只能勉强送来啦。唉，童总的家就是不一样啊。哎呀，看来你真没有做厨师天分啊，还是好好当你的公主，知道吗？走，送你回家。走啊！你连杯水都不给我喝啊？哎呀，多多姐，你赶紧帮我想想办法，我怎么跟童周瑶解释呢？别矫情啊，这种机会别人想都想不着呢，还在这唉声叹气。就算是我不讨厌他，可是我也没打算跟他在一起啊。哎，看这双鞋跟我的衣服搭不搭？完美。好，那我就穿这一身，我一块儿去接袁振明了，来不及了。接袁振明？他从机场回来啊。昨天谁跟我说不要的吧？哎呀，你应该恭喜我结束了这种单身又无聊的生活。我就是喝酒，随便跟你说说的，你也信啊？唉，小哥，我就不应该跟你喝酒。你喝完了呢，就是抱怨一下我呢，我跑到人家里去了，睡在沙发上，怎么办？哎呀，你这就是庸人自扰。我跟你说，他是谁啊？他是童卓瑶，好不好？又帅气又多金又专一，你跟他在一起不好吗？好过你一个人吧。再说了，在那天宴会上，我一看到冯博文那样，我就来气。这个黑锅我们不背，扬眉吐气一回给他看。哎，不是，就别不是了，我来不及了啊！拜，好好享受。童卓瑶最后还是没和博雅签这份合同，真让静姐说准了。幸好我们撤得及时，才没被童卓瑶怀疑。只是博雅这次损失大了。冯博文自以为是，以为签了合同就铁板钉钉，提前备了一大批货，把资金都压了进去。现在这满世界找下家，唉，只是可惜了这次机会啊。原本想借着博雅打击同事，没想到冯博文自己倒掉坑里了。出这么狠的招，可不是童卓瑶的行事作风。冯博文这颗棋子，恐怕是不能再用了。恰恰相反，让他们鹬蚌相争，我们才能得利。你想当渔翁？只要能让冯博文明白到，童卓瑶并不是想跟他签这份合同，而是想让他把所有的钱都搭进去。他明白到了，我们就可以坐等看戏了。口说无凭，冯博文能那么轻易上当吗？他会相信的，因为他心虚。夜不归宿，你还知道回来啊？怎么是你啊？跟我出来一下。喂，听说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？我还是比较喜欢听你叫我滕先生。你这是非法挟持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再不停车，我要跳车了。你怎么那么喜欢跳绳？跳啊！你不是过生日吗？我带你去选份礼物。我已经过完生日了，
再说，你不是已经帮我过生日了吗？披萨、蛋糕、打火机蜡，这算什么生日礼物？其实你不用送我什么生日礼物，也没有这个必要。杨文娟，咱不是说好了吗？不要那么着急拒绝，3天的时间还没到呢。你都是这样吗？冲到别人家里把别人拉出来，然后强迫别人要按照你的安排去选什么生日礼物。我已经很久没有送过女人礼物了，我不知道送你什么合适，我更不想被你拒绝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去上个厕所啊。李哥是不是病了？这会儿功夫上好几趟厕所了。是吗？今天我去送。哎，不是，哎，那你怎么把我的车开走了？我那车刹车不灵了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快走！其实你不用扶我的，我没事儿。走。我现在很认真的跟你说一下，这个工作不能做了，必须要辞掉。不是说好3天吗？时间还没到呢。你现在浑身都是伤，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，你怎么工作呀？好吧，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我不会去同时工作的，更不会辞掉工作。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你没有权利干涉。我的腿呀，累死我了。我说呢，你这个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没事儿跑去送什么外卖，回头找个机会还回同事上班去算了。我跟你讲，要是凭我自己能力呢，我当然愿意了。可是同事的法务都已经外包出去了，他现在开心了，随便给我安排个职位，那这跟施舍给我什么区别呢？是不是？他不开心就要把我赶走，那我算什么呀？我现在呢送外卖，虽然说辛苦一点，但是我很开心啊，我自食其力啊，我有安全感啊，对不对？说什么？安全感？一个佟卓瑶在身边，你居然感受不到安全感？哎呀，多多姐，她就那么值得信任吗？我是喝醉了乱说话，可是她呢？也许只是把我当做调剂品呢，对不对？你这个人呢，就是太较真，和谁过不是过呀？就是组团打怪兽嘛。那我也要好好生活下去，对不对？
等我把陈府的案子查清了以后呢，我还是要做回律师的。老爷，请您慢用。嗯。好，这个鱼就是你让老林找人专程去渔村买回来的。对啊，因为这儿的鱼没有渔村的好吃。嗯，很好吃，很新鲜。那你也该收收心了。嗯，对，我正好跟您说这事儿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去泾河。泾河太小了，你换一个吧。泾河虽小，但是它所有业务的范围都是跟同事密切相关的，所以一个小小的泾河，足以让我对抗整个同事，足够。好，那我找老林安排了。不用，我还是堂堂正正的投简历面试，没问题。再说您把我藏了这么多年，不就是不希望别人知道我是谁吗？那依你好了，你不要把大话说完了，连面试的门槛都进不了了。行，1年吧，就1年，1年我就可以坐上泾河的第一把交椅。来了。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呀？到底是我什么人啊？有什么权利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？我给你选择的机会了，是你不选择，我只有帮你选择。我不需要你找工作，等你的腿伤好了之后来我的公司上班，你在我的身边工作，这样我才能更安心一点，知道吗？佟大少爷，你对我挥之即来、呼之即去的时候，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工作呢，我自己会找，用不着。哎，我只是关心你，我有什么不对了？用不着你关心我，这是我自己的生活，好吗？请你尊重我。喂，桌子我让他们检查过了，你要注意安全。下班了，我过来接你。不用了，餐点已经到了，我已经拒绝你。你不能拒绝。麻烦你让一下。走吧。5月初的飞机到堪培拉，我会帮你们网易考拉海购澳洲分公司的所有同事带礼物的。最近辛苦你们了，等我和史蒂芬签约之后，就请你们吃大餐。来了。曼君，金安，真的是你啊！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怎么回来有些日子了，还没来得及约你呢。刚好你叫外卖叫到我店里来了，所以就给你送来了。你快进来，快进来。曼君，喝水。谢谢。最近在忙什么啊？我现在是网易考拉海购澳大利亚采购部门的负责人。现在网易考拉海购遍布全世界，在我澳大利亚旗下呢，一共有30人。虽然每天很忙碌，但很充实，我很感恩。
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。那画是苏生画的吧？对了，你跟苏生，我接个电话。Hello, Steven. OK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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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e. 啰嗦什么呢？你快点，我都饿死了。曼君，要不然你先回去，我待会儿还有事儿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好，那我们改天约。哇塞，等了好多天，终于寄到了。哎呀，我觉得啊，袁志明现在可算有点良心了，知道冬天冷，我皮肤干，说明他心里还是有我的。没听说竟然还有个弟弟。弟弟？哪是什么弟弟啊？那是毕苏生白姐的儿子。白简的儿子？静安和毕苏生离婚了，去年的事。离婚了？不会吧？静安可是追了毕苏生整整4年，好不容易才修成正果的。可不是吗？当年我们可羡慕了，一毕业就结婚。可是这好日子根本就没过上几天，听说毕苏生跟一个40多岁的老女人在一起，硬是把静安给抛弃了。他是不是眼瞎呀？怎么想的？竟然那么好的一女孩，是吧？换了你也受不了吧？可是人静安可厉害了，丈夫拱手于人，还帮着那个老女人养儿子。之前吧，看静安柔柔弱弱的，现在可不是了，一副女强人，在一个什么什么地方上班。我还买过他们家东西，我看一下，就是这个，他们家东西还挺好的呢。难怪静安一直在逃避，他心里得有多苦啊！毕苏生把一个柔柔弱弱的女生，硬是变成了一个女强人，这么血淋淋的例子放在你我面前，我跟你说啊，女人真的不能有爱饮水饱，万一有一天那男的跑了，我该怎么办啊？这一点呢，我就想得特别明白，所以我觉得爱自己才最重要。我呢，就是要把自己弄得美美的。谁会为了分开才去爱呢？谁都不爱也挺好的。你呀，千万不要想太多，就乖乖听我的话，搞定童卓阳，万事 OK 啦。我才不会为了爱才犯傻。不用了，3天已经到了，我已经拒绝你。你不能拒绝。麻烦你让一下。走吧。阮曼君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的拒绝我不能接受。你最好想一个更好的借口。外公对我不放心，所以你监视我，对吗？外公的身体不太好，林叔叔，有些事情没有必要让他知道。这么多年，都是老爷一个人撑着重视，好不容易把你盼回来，你又是自作主张。我真的希望你能理解他。林叔叔，我不光理解他，我还会完成他的心愿，我不会让他失望的，明白了吗？其实老爷担心的是这个，你频繁接触的这个姑娘，和童卓瑶有着密切的关系。这是我的事儿，我自有分寸。
想想。嗨，是你，好巧。是，好巧。哇塞，真的是太有缘分啦！啊所以是再给我次机会请你吃饭喽？啊，当然，那么有缘分的话，必须得吃，我请你。啊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云志明找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，你俩慢慢吃啊。哎，多多，你没说。我一起，他我请你。你看你混的，连个陪你吃饭的人都没有。你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啊。哎，你别提了，我这次去加拿大，我有人了。喂，对啊，我们还在餐厅呢。行，过来吧，那我在这等你。啊，一会儿就见了啊。拜拜。他不是跟曼君在一起吗？谁知道？说是在商场散了，要来找我。我现在过去找你。我和姑娘不是都走了吗？你等我一下子。喂，彤，你自己慢慢吃吧你。哎，你行不行了？是出来吃个饭也要跟男朋友报备一下。没有，我开玩笑。也来，我也没有什么男朋友。点菜，不用看价钱，随便。你不用过来，我自己能回家。其实网上，网上那些都是骗人的，胡说八道。我从来不信网上说的。好吧，我也不想解释什么。没有任何必要解释，很无稽，为什么要解释呢？我能不能给你提点小小的建议？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你每天在那东奔西跑的，在给人家送外卖，太难过了。这不是你干的活。你上了那么多年的大学，你有这么好的学历，你为什么要去给人家送外卖呢？而且你不是告诉过我，你曾经是你在贸易公司实习过，对不对？其实我现在这种情况，思考要明年了，等拿到证再说吧。其实我主要的业务方向就是涉外经贸法，可是具体的业务我也不是很熟悉。没你想那么复杂，很简单的这个事情。首先不用等到明年的4月，其次，跟你说你也不懂。我呢也正好在找工作，咱俩性质差不多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如果有一些好的资源，我分享给你，然后你去试。当然，你要有好的资源，你也可以分享给我，我们可以交换一下，好不好？你听。不好意思啊。来，喂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4楼。我上个厕所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我刚接了一个电话，家里可能也有点急事儿。外公找我，
但我买过了。这没关系，下次你请我，我等着你，反正你欠我一次，好吗？那下次我请你。下次你请我，那我先走了，对，拜拜。哦，这边。在你还没有想好借口之前，先不要着急拒绝我，我只是送你回家而已。再见。哎呀，抛弃我的人回来啦！你这是狗咬吕洞宾啊！我明明是成全你的人。哎呦，还怎么成全样？过得怎么样啊？就那样呗。哎，我饿死了。你不是减肥吗？我没有看科学家的呀，科学家证明吃坚果不但可以美容养颜，还可以减肥，out了吧？你怎么又改去贸易公司了？同桌要把经理都给收买了，我再待下去啊，多尴尬。反正之前啊，在博雅的时候也算耳濡目染。戴阳杰说了，这也算是有贸易经验吧，所以我就想试一试。我可算听明白了，左一个戴静杰说了，右一个戴静杰说了，那童卓瑶怎么办？多多，我已经想清楚了，就算我喝多了，好过去跟他说的真心话，就算他当真了，可又能怎么样呢？我现在也不想跟谁在一起了，我只想靠自己好好的活着。我得堂堂正正的站在冯博面前，对不对？不能再逃避现实了。是，而且我要赶紧找机会啊，去跟童瑶说清楚。别，这一点你得听江湖老手多多姐的。童卓瑶、戴静杰，我觉得呢，你应该在这俩人当中选一个。我来给你分析分析啊。戴静杰一看就是喜欢你，你别告诉我你没看出来啊，他那完全摆在脸上了。童卓瑶呢，虽然平时冷冷酷酷的，但是呢，你们俩也算是磕磕绊绊，搞出了点孽缘。再说了，童卓瑶又帅又多金，我觉得比戴静杰那个小白脸强。连你都这么说了，我得赶紧找童卓瑶把事情说清楚。哎呦，别呀！干嘛这个时候说呀？你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， 打不通了。我跟你说，听我的，这事儿缓2天。周末的时候，童卓瑶不是说了吗？要带你去参加一个酒会，他可是第一次公开带女伴出现呀。这个时候你千万别拆他的台，别让他难堪。我听我的，你就算是陪他把这场戏演完，人家好歹帮助过你啊！啊，听我的，听我的啊！不准反悔，不准反悔，不准反悔，不准反悔！周末有酒会，你跟我一起去。烦死了！周末晚会的邀请函，这次规模估计比上次大，人多也杂。老爷说，你就不必乔装成服务生了。同事挂名举办方，冯博文会不会去？冯博文倒是再没娶过同事，只是童卓瑶故意让他损失的这件事，也是半信半疑。
他现在正在试图找人合作，估计这个酒会他不会落下。真聋。这佟少爷携女伴出席，他得伤多少女人的心啊！你还让我把消息放出去，那我这酒会还能开成？我才不管你什么酒会呢，我只是不想让曼娟尴尬。那你可得想清楚了，冯博文有可能会去。谁没有过去呢？欧菲的事情，曼娟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。但这次可他要主动来找你，你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你就不怕他醉翁之意不在酒？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这些有可能也都是你一厢情愿。其实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大多数的表情都很忧郁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跟我在一起不开心啊？但是现在我也开始怀疑我自己了。你知道，原来女人在我心里都是一些薄情寡义的寄生虫。只要她们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以后，就会非常冷血的离你而去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你觉得阮万军不是这样的人？跟他很不一样，他颠覆了我很多的想象，甚至有的时候，他让我感到震惊。郑明，我想试一下，两个同样受过伤害的人，也许抱在一起，可以彼此温暖。好啊，那就为彼此温暖，干杯！蓝君，你这个时候说不去了，你这不是存心让童卓瑶难堪吗？我要是去了，不就再也解释不清楚了吗？私下和解和当众出丑，您觉得哪个更严重呢？哎呀，哎，那，喂，怎么样，还合适吗？呃，等一下我要开个会，然后让季东接你，一会儿见。怎么办啊？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在百忙之中莅临同事酒会。同时，我们要感谢法国 RVF 葡萄酒绿指南为本次酒会提供的高档红葡萄酒赞助，希望大家尽情畅饮。童卓瑶一会儿就到。想办法把这个照片让冯博文看见。不，好，谢谢。想想等会儿冯博文看你美美的站在童卓瑶身边，自己打脸的时候，简直爽翻了！你可给我好好演完这场戏。
嗨，冯总，借一步说话。没什么需要回避的，尤其是和你有关的事。合同的事儿，我不是早就跟你说完了吗？何必还要浪费彼此的时间呢？我们走。冯总，不愧是生意人，大手笔，这么多珠宝，这么漂亮的礼服，难怪会有人投怀送抱。怀抱更温暖，可惜你感受不到了。我已经找人拍下来发给方博文了。为什么没有告诉我阮文娟也来啊？为什么？照片呢？发给他了。拿回来，赶紧去拿回来，别让冯博文看见，快点拿，快快快快快！董总，难得你带女伴出席酒会，应该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，让我们看看是谁家的千金大小姐把童总给拿下了。不好意思介绍，我来帮你。诸位，童总需要我给他介绍一下，他身边这位女伴是谁。这个女人，就是我冯博文不要的女人。啊，这什么情况？冯总，你要是喝多了，别在这耍酒疯，影响了大家的兴致。你说，我喝多了吗？没错，我精心打扮，就是为了我身边的这个人，因为他更值得我珍惜。这衣服配饰，不过是为了改变心情的装饰品。冯总，你在这小题大做，是不是悔恨当初没有做好一个男人该做的事情？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呢？曼君，你觉得呢？不是啊，对呀，怎么回事？你不应该出现在这儿，赶紧走，走。也许对的人在晚出现一天，我就随缘找个伴，苦笑着等明天，翻手机打发时间，苦笑着一切早就习惯。我爱我拉过沟，静静的角落，没有暴雨狂风。我爱我没理由，
去，快去啊！对不起大家，出了点小插曲。现在继续，我宣布酒会正式开始。下面有请童氏总裁童志尧先生为大家跳开场舞。干什么呢你？没事。什么没事儿啊？你跟我过来不就是为了这一幕吗？我陪你好好演完这场戏。也许对的人在晚出现一天，我就随缘找个伴。痛苦和快乐都能将你打败，在没有人分担之前，没人分担，对自己说晚安。中午起来吃早餐，苦笑这一切早就习惯。我爱我拉过沟，静静的角落，没有暴雨狂风。我爱我没理由，一个人绕太久，那么就让我抱紧风。说，童少爷出大事了！冯梦文把阮曼君反锁在厕所里，好半天都不肯出来。我现在已经听不到曼君的声音了，你赶紧过来吧。曼君，曼君，冯梦文，你先把门打开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。沈凌春突然辞职，去哪儿？一定要报复我是吗？你刚跟那姓董的打在一起就搅黄我们的生意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把博亚的资金，我把我的所有都赌进去了，你让我倾家荡产吗？因为你不配赌吗？一定要毁了我是吗？是你毁了我。If I could let it go, the feelings never grow, the love will glow. If you reach inside my soul, love's the one. 去医院处理一下伤口吧。下车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我让你下车，听见了吗？ My own. I just wanna watch your
If you feel my love, will you run to me? If you heard my cry, and don't you please don't let go, don't let go. 这是你应得的，够吗？你还真是个演员啊！我差点被你给骗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阮明君，今天你欠下我的感情，你迟早会还的。 If you reach inside my soul, love's the one you never know. I'll give. 不行，我带你去找佟志尧去。这事是我的错，我得向他解释清楚。解释什么呀？误会上我的私心根本就骗不了人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怎么跟他解释呢？那这事儿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呀。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自己的爱被人利用是有多痛苦。冯梦文根本就不值得我这样做，我为什么要伤害他呢？曼君，说明你心里还是有佟卓瑶的。林叔，帮我个忙。喂，多多，哎，你不是说请假1天吗？怎么又去上班了？我没事儿，好多了。再说也没有什么好逃避的，这样也好啊。我在见面也挺好。先不跟你说了啊。这些公司最近在招聘，你都可以试试看。回来啦。面试通知。曼君，金河公司，你的面试通知。没什么问题了。你下周1可以上班吗？
您的意思是我被录取了？我没说清楚吗？谢谢经理，希望你珍惜这份工作。谢谢。痛苦和快乐都能将你打败，在没有人分担之前，对自己说晚安。中午醒来吃早餐，苦笑这一切早就习惯。我爱我了过口，静静的角落，没有暴雨狂风。我爱我没理由，一个人太久，那么就让我真正幸福的人啊，是不会被任何人所收买的。你呀，是值得遇到好人的。能将你打败，在没有人分担之前，对自己说晚安。中午醒来吃早餐，苦笑这一切早就习惯。我爱我没理由，一个人太久，那么就让我抱紧我。你说这网上事情闹那么大，一点都没问我，不可能不知道啊。曼君呀，你就是太闲了吧，天天想这些。好不容易脱离苦海，可以不用再送外卖了，你就不要再想了。说不定人家根本就没有看到那些新闻，觉得你漂亮，把你给收了。多多姐，该不会是你背后又帮我打什么招呼了吧？你真的以为我这么厉害啊？只手遮天？你随便去投个简历，那公司的人都是我的人呢。可是这一次面试的经理跟上一次同事的态度一样哎。现在招人都这么随意，你问问他还有没有职位了，我也想去啊。别闹了，加上我已经2个前台。前台？不是吧，曼君，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呀？怎么了？做前台怎么了？我靠本事吃饭好吗？一个不工作的人还嫌弃劳动人民？没有嫌弃你，我就是想不明白。你说吧，你好好放任一个同夫人不做，又是去送外卖，又是去做前台，你这是为什么呢？又提他是不是？我错了，再也不敢了，再不提了，再不提了，再不提了。做前台非常好，非常好 ，very good， 好好做，开心做。跟你讲，金河那么大的公司，总有更好的机会，对不对？是你开心就好。我觉得吧，你现在去上班，至少呢不会胡思乱想，想那些破事。你知道吗？沈律师不见了。现在博雅的人见到我就差他们门口摆着牌子写着“阮曼君与狗不得入内”了，更别提调查的事儿。曼君，我觉得这事要不你就别再查了吧。时间一过，大家都不记得这个事儿了。你想啊，就算你找到证据，你不还得配合调查？冯博文那只疯狗再泼你点脏水，就真的做不了律师了。
你知道吗，多多？我永远都忘不了福叔在我面前倒下的情景。好好工作啊！已经通过面试了，人明天就可以去金河上班。谢谢你，林叔。你不会在我外公那儿把我给卖了吧？就像你说的，敌人的敌人可以是朋友，可是你别忘了，敌人还是敌人。再见。他就知道我会告诉你。与其让他在别处想办法，不如在我们眼前，我看着他。能让童卓瑶大动干戈的人，我希望将来翻出来是一张漂亮的底牌。在这里呢，主要就是接发邮件，还有安排预约这些工作。当然，看上去非常简单，但是容易出错，要多注意啊。我知道，经理，我会认真的，谢谢。丽丽，你们相互认识一下。你好，我是丽丽。你好。把那个整理一下。好。帮我记一下，谢谢。啊，好。帮我也发一份快递。啊，好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对啊，怎么是你？这应该不是什么巧合吧？什么巧合？嗯。我要有能力让你进工作，为什么让你去做前台？可能是我想太多了吧。当然，你要相信自己的能力，你很厉害的。你好，你的新同事戴静洁，请多多关照。你好。你好。这已经是我们握的第3次手了吧？救命恩人，同乡小伙伴，这次又是同事。天赐良缘。还真的是香蕉人啊！这个词呢，用在这里不恰当。香蕉人。冠军，你叫的快递到了。啊，来了，先去忙了啊。拜拜。回来啦！哇，好香啊！哎，李多多小姐，我不会进错房间了吧？当然没有。跟你说啊，过几天是袁振明的生日，我呢正在家里操练，到时候要过生日的时候就噔把它呈现出来，你说他会不会吓死啊？挺像那么回事儿的。第一次看你谈恋爱，那么用心啊！我一直都很用心的好吗？要不然你以为我拿什么留在袁振明身边？倒是你每次呢就随着自己的心意，想怎么谈怎么谈，再好的男人都经不住你，好机会呢也抓不住。又来。不说了，我错了。哎，想了一下啊，过几天是袁振明的生日，正好呢可以让他海上同桌摇，我嘛就牺牲一下2人世界，你俩就可以好好的解释一下，把这个误会给消除。我觉得这样很好，赶紧去打电话。
啊，我跟他发生那么多事情，不是一顿饭能解决的。何必自取其辱呢？曼君，你一会儿收拾一下就下来吃饭啊，不吃了没心情。If you know that I will always by your side, will you reach for me or will you stay behind? If you give me all your heart with all, 但是我告诉你，阮曼君，今天你欠下我的感情，你迟早会还。 And I believe there is an angel deep in your soul. So now please close your eyes and trust yourself inside. I can survive all the pain. I can give you all my fate. With all my fortune, I swear I'll make you shine. That's what I can do. How I love you, my love. 小戴，你这报告材料是怎么做的？你知不知道少了份备案文件，我们得付出多少关税？我不想听你解释。如果出现任何问题，你要负全责。是。我现在我看看吧。按照报关备案规定，会在受理10天之内出结果。按照合同上的时间，应该还来得及。如果你现在去的话，应该能够争取多一点的时间。我刚才想跟你说，就是我马上去准备，并不想解释什么，行吧，经理？谢谢。不客气。嗨，只喝咖啡啊？减肥。我觉得你这样很不好，因为你来吃饭，你并没有叫我，我本来想请你吃个饭。不用那么客气，一件小事而已。我是有预谋的。预谋？我呢，知道吃别人的嘴短，所以我想请你吃个饭，这样你来帮我的话，我心里会舒服一些。你可是我救命恩人啊！只要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做你免费助理啊。真的？那行，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好，晚上加个班帮我看一下文件。没问题。真的？哇！你少吃一点，晚上我请你吃宵夜。不行，我得多吃点，才能有体力。也是哈。要不这样吧，这个咱们明天再弄。现在这个点了，咱俩去吃个饭，好不好？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这合同有问题啊！怎么了？你看违约责任这一条有问题，万一交易过程当中出现什么问题的话，
根本就说不清楚。我知道，看到了，法务的问题。如果真的有什么事儿的话，他们要负责任。这么大额的交易合同，恐怕他们下半辈子的工资都赔不起啊。我是非常同意用严厉的惩罚来让他们记住他们所犯的错误的。可是谁都有犯错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不是及时发现了吗？何必要看着人家毁了半辈子呢？明天找他们重新做一份吧。可以啊，我也这么想。但来不及了，明天就要用这份合同了。那怎么办？除非你改。我不行，我万一改不好的话，连累你怎么办啊？怎么可能？你一眼就能看到问题的所在，你能改不好？你要改，我肯定相信你。真的，真你改。那这样吧，如果我改好了，明天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以后我们谁都别再提这事儿了。现在这么说话。有个事儿，特想问问你。你对那些法律条文那么的熟悉，为什么你没有通过考核呢？考试那天病了。终于明白了，什么叫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怎么说啊？意思就是我捡到宝了，我应该早发现你啊，人才啊！你应该早在我能看得到的地方晕倒。不好笑啊？好笑。前几天你跟冯文大打出手的事情，外面可都在传啊。你到底怎么想的？你跟人瞎凑什么热闹？我可没那闲工夫，我只是有点想不明白，你不会真对那阮曼金动心了吧？他算个屁！那反正在我这就算多朋友，在你那儿算不算屁，我哪知道去。听多多说他换工作了，在什么金河贸易做前台，说是他们。这大白天也不能说人啊！喂，喂，在哪儿呢？我去找你。你不是跟阮曼君约完饭了吗？哎呀，别提了，加班到现在都不回来，我一个人都快饿死了，又不想一个人吃饭。他一前台加什么班啊？啊？哎，我这。好，行，你再等我吧，啊。If you know that I will always by your side, will you reach for me or will you stay behind? If you give me your 好大的雨哦！ heart with all your life. 是啊，这么大的雨，要不然你还早点回去吧。别呀，咱俩都说好了。再说这个点儿，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空着肚子回去？不可能的。可是，好了，我很饿，陪我行不行啊？走。 So now please close your eyes and trust yourself inside. I can survive all the pain. I can give you all my fate. With all my fortune, I swear make you shine. That's what I can do. Oh, I love you, my love. 是啊。
真的是对不起，我让你这么晚下班，然后忙了一夜，还下这么大雨，我想请你吃点东西。旁边那家面馆真的特别好吃，我本来想让你去那儿呢，结果没想到它关了，我不知道它这才几点，然后这真的没法吃。周末好吗？叫上你们家多多，你们挑地儿我请，哪儿都可以无上限，好吗？没事儿，就这么定了。真的吗？这不也挺好的吗？不行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挺好吃的。再说了，我不都跟你说了吗？我是免费助理。